現時介紹的儀式是禮斗，此儀式的目的是祈求斗姆延壽降福的儀式，象徵着道教信仰中的核心生死觀，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。南無師傅會用米堆砌象徵福祿壽的麒麟、鹿、龜以及南北斗七星的圖像。心水之港，人歸心歸塵歸命自成，莫高還朝心其感應，神無兩千星禮斗，國劇奇恩之士，光芒大鬥風馳正啱。不少鄉民在儀式完畢後，會把桌上的米帶回家，祈求長壽。呢啲係嘛？係啊係，呢啲先係頭先拜佛口㗎嘛係。你。拿多啲啊！拿多啲係。好啊，好啊，夠未啊？夠未啊？好啊，夠唔夠啊？